啊，怨就怨您啊，在爸爸去世以后啊，对他的态度变了。就是，都是妈纵容的。哎，妈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啊。冰棍儿雪糕，冰棍儿雪糕。哎呦，这什么天儿啊！吃冰棍儿多凉啊！二姐，我要吃冰棍儿。妈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不能吃。四姐，我要吃冰棍儿。自己买去，自己拿去吧。没事儿，我逗你们玩呢，看我走给你们看啊！来，大姐，恢复的真好。慢点啊！哎，小妹啊，你三姐什么时候来呀？啊，她说找1、3点进完车就过来。啊，小楚啊，你在这儿走，我们去办出院手续啊。嗯，走。顾一凡，哎，苏木，等好久了吧？没有，哎，车呢？马上就来。哦，对了，小楚的手术怎么样了？这次还差不多，医生说主要是看康复治疗。哎，一凡，你那个男朋友是拉达呀，还是伏尔加啊？伏尔加，挺好的嘛。现在呀，找个好工作不如找个好老公。改革开放了，时代都变了，这生活啊越来越美好了，哪像咱们呀，可怜巴巴在内蒙一待就是7年。大姐，三姐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小楚啊，你这坐骨神经真的不疼了？就是腿吧，还有点不听使唤。哦，这儿吗？大姐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听着呢。跟你说，哎，小楚，你说三姐要是借来一辆吉普车怎么办呀？那咱俩坐一回卧车的梦想不就破灭了吗？不会的，你三姐不是那说大话的人。那倒是。来了来了，你看我说什么啦？三姐真棒，伏尔加。哎，杨半侠啊，这回你的哼哈二将都凑齐了，就可以跟咱妈抗衡了。妈嫌弃啊，咱没带她出来，一个人在家生闷气呢。她三姐，你可太有本事了，让我们坐这么高级的车。小楚，大姐跟着你沾光了啊！谢谢三姐。你三姐啊，就是未来的大亨。哎，上车吧，走，大亨，大亨开车。素姐，素姐，啊，吃完了再干吧。哎，哎，对了，那什么，我妈还问你呢，你爸到底得什么病死的？你妈可真爱多管闲事儿。那我爸得什么病死的，和你妈有什么关系？这说的也是，那不过这2天我妈总问我，那你总得让我回答她吧？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跟你妈说了吗？说是说了，不过不太好办。不是你看啊，我们家现在就一共就5间房，这加上我三姐那间，那一共才6间房。那你说咱俩人结婚就占2间房，那他们能干？再说了，那我们家沙老大也老大不小的了，都30多的人了。我估摸着他找一对象，差不多也就该结婚了。要不咱等他结了婚之后，慢慢调整呗。啊，行，那就等你们家傻老大结完婚，咱俩再结吧。哎，不是别这样，嘿，哎，急什么呢？我再跟我妈再商量呗。嘿，刘谦，
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，刚刚好，来吃饭。你们下午后勤部忙不忙啊？还可以。那正好陪我回趟家。小楚出院了，我这做二姐的不回家看看也不合适啊。遵命。哎呦，这2天啊，我们处里啊忙得团团转，马上就要召开党的11届6中全会了，各部的领导都动起来了，似乎马上就要弄出点成果来。哟，这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。那局里那些大材料还不都得压在你一个人身上？那可不是，就领导一发话，这具体的实施方案都落到我一个人头上来了。才女就是才女，说心里话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。第二姐，你还夸你还不行，我真是佩服你啊！要不你佩服我啊？哼，你把菜做好了，我就佩服你啊！做点好吃的，别老吃素，吃点肉。没帮我忙吗？哟，这是4人麻将没打呢。哎呦，这可别忘了。妈，小鼠回来了。啊，小鼠回来了。哎呦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您这本儿票都快作废了，你摆弄它干嘛呀？妈不信，地就那么点地，人也没见少，越来越多，我还是得留着，万一有用呢啊！您呀，就整天到晚在家待着，现在都改革开放了，也该洗洗脑子了。去看看小楚去。小楚啊，妈呀，妈，不是妈不接你，是妈太笨了，把这李铁梅给跟丢了。你大姐和小妹啊，跟我耍心眼儿，把我给甩了。我也没说你。哎，妈，咱晚上吃什么呀？好菜，多焖点饭。也许他二姐要来，还有素觉那女朋友也可能过来。真的？哎，他三姐哪儿去了？去后院收拾东西了，说要去趟南方。这刚从内蒙回来，这瞎折腾什么呀？不行，我得找他去，我不能让他去。大姐，你肚子里边能不能存2两油？存油干什么？那不得拉肚子吗？三姐说了，不让你告诉妈她要走。真的？我怎么没听见呀？坏了坏了，你三姐回来还不得呲瞪我呀？大姐去买菜啊，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哎，咱妈呢？嘿，你不是瘸吗？怎么还哑了？没劲。哥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我警告你啊，对小楚说话客气点，不然刘欠揍甭想进我们家门。刘欠揍？谁是刘欠揍？这个呀，是三姐给你对象起的绰号，知道了吧？胡说八道。